续来看南投信义乡的梅仔，因为雨水充足大丰收，所以信义乡农会委托到中寮乡林景拿福利协会加工烘焙乌梅，这个产量比去年增加1倍，这个收入增加，嘛当继续来支持着地方送餐的服务。 这是信义乡农会和中寮乡林景拿福利协会合作，农会希望增加烘乌梅的数量，来帮助地方的送餐服务。今年梅子的产量呢，比去年增加了1倍哈，所以这些盈余呢，可以支持继续我们农业女福利协会的送餐。信义乡农会总干事嘛来关心烘乌梅的状况，佮有早农会生产的乌梅汁和协会人员佮有长照站的时代分享，让他们直接去感受到说，这个是社区里面对他们的一个爱心。因为疫情协会经营甲真辛苦，不过毋捌停止老人送餐的服务，打拼透过农产品的代工和销售来照顾农村的弱势时代。生生不息，宏观视野，我是申宏。想要看体育新闻，就要赶快看华视新闻，赶快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哦。